阿龙小书店，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做工仔人 Podcast。真欢喜，佮和各位伫空中再相会。今仔日，咱要经阿龙节目内底有讲到的一块词，来和各位朋友做伙做参考、做研究。今仔日，咱要来开课的字是“站”佮“站”。这两字的汉字一般拢是写做共一字，毋过读音就会分做两种，像讲斩首、斩头。哪会安尼？明明拢是抬头，哪会两块词的音无共款？这咱后壁就随来分析看卖咧。咱若用斩甲斩这两字，伫台语大词典内底抄找，会当看到不管是倒一个音，拢会用到家私。这个家私可能是刀、斧头、架啊这款物件，有要甲物件切断的意思伫咧。毋过介趣味的所在是，斩又特别说明是甲物件放伫点顶面切。另外迄个斩，伊是讲下面错。安尼，咱来甲分析，就是讲斩的出力方式是对顶悬向下面，斩是粗粗唰唰甲扑落去，主要就是出力的方向无同。台语咧歹学的音单就伫遮，咱咧形容代志的用字是真有咯。过来，这个斩，各位若有咧看古装的台语戏剧的，应该是常常会听到，像讲，若是有咧听三国的，过五关斩六将，这句话绝对是听甲臭谱啊！咱阁有真侪斩呢，斩草除根，斩断情丝，先斩后奏，斩首示众，杀出午门后斩。若看到大贪官、大歹人去互杀出去，心内就真痛。人讲做戏空，看戏戆，就是安尼。当然嘛，有咱平素时就有咧讲的话，像讲，这支竹仔为遮甲斩互断，我要摕去插伫菜瓜材仔遐，互伊通宣传去你病仔。搁转来讲斩，咱有一寡词嘛报互大家知，斩鸡肉，甲鸡肉放伫点顶面，切互一块一块通好食。讲到这，随就想到白斩鸡，混咸椒仔豆油，有够好配饭。切肉甲鱼这类的，拢会当讲斩。将药材放伫茶点面顶，剁做细块细块通好转，这嘛叫做斩。若纸斩仔是摕来斩纸的家私，这嘛是用齿的，为顶面出力，甲纸切做粿。话搁讲翻头，是安怎讲是斩头？应该就是像戏咧演的，用狗头早去斩，才讲斩头。若迄款叫犯人跪咧，一个恶面的举一支大刀，处处扑落下，应该才是斩首。安尼，咱今仔日的阿龙小书典就小解到这，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，有闲搁来哦。